新北市土城进前有一个查甫人，伊伫咧街仔路抬死有摕到保护令的太太含伊啊。那车背下晡呢，有一个家庭暴力前科，法院限制袂当接近囡仔的爸爸，因为囡仔甲这凉水车倒呢，就对囡仔起骹动手，落尾呢也互警方抓起来，法院裁定羁押。讲到目前这保护令的制度，敢真正有法度保护受害者，也引起众人的议论。一个伙仔准备要骑奥多麦出去，骑士煞向起骹动手。 伊是一直匹配叫，为因后生的头壳直甲放落，甚至违规骑车了后，佫继续甲拍。案件发生伫车北下晡4点外，新北市土城这个涉案的查甫人有家庭暴力前科，因为囡仔甲饮料车倒，无咧享保护令，共款对伊使用暴力，叫警方拘提到案了后，法院裁定羁押。3名子女与母亲已经由社会局这边进行庇护安置。 庇护安置期间，生活所需将由政府部门全额提供。案件发生的前一天，土城才发生一个姓谢的翁婿，共款违反保护令，伫街仔路甲因牵手甲伊抬死。这种情形小连续发生，即卖保护令敢真正有效果，敢有加强的空间，嘛引起讨论。它是不是高度危险这件事情？ 他是在什么时候被知道这个资讯？是不是有如实也传达到，比如说社政人员、警方跟这个检察官的手上？如果这些人都没有收到这些资讯的话，他其实很难对于这个部分再去，就是说再启动，就是再更严密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的计划。现代妇女基金会表示，保护令并不是无作用，重点是伫事情的评估，敢是有落实。 会当互相关的机关确实掌握个案的风险，这嘛确认事后保护的措施。不过，若要互保护更加周至，嘛爱思考安怎强化隔离甲安全的作为。那卫福部按算后礼拜一，嘛会召开下部会议来检讨保护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